圣经故事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印，1954年，极阳光的所罗门王，代表做以色列的王有40年久，伊前后治理百姓，也有将以色列的对敌一个征服。后来伊死了后，伊的囝所罗门接伊的老爸起来做王。所罗门做王的时，伊随时感觉伊的责任非常的大，也毋是真容易的代志。有一暝，上帝伫眠梦中甲所罗门讲：“你爱什么，我拢要互你。”所罗门经什么？爱钱财、势力、军队、快乐，是毋是？拢毋是。伊求上帝赏赐伊有智慧，通来治理百姓。上帝真欢喜，就赏赐伊智慧，也将钱财、名声济加添予伊。因为到所罗门的时，战争已经拢煞，伊就用和平来治理国家，所以伊的荣光、伊的名声通到全世界。无人毋知伊的智慧，也无人毋知伊所起的圣殿甲王宫是非常的水。伊也有金银财宝满满是，伊所穿的衫是遐尼水，遐尼好看，这个拢是上帝赏赐伊的。有一日，示巴的女王对远远的所在来到所罗门的王宫，伊伫遐做王的人客，参观王宫内一切的代志。伊看了真着惊，对所罗门王讲：“人所甲我讲的，还无一半。你的智慧甲你的行通，赢过我所听到的名声。安尼，咱通知所罗门王的荣光是偌尼大，总是经过几若百年后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看到开伫山里的百合花的时，安尼讲：当所罗门极荣光的时，伊所穿的毋达到这荷花的一蕊。